琴日2026年1月19號星期一，全新嘅雪梨魚市場終於開幕啦，耗資8.36億澳元，設有600個停車位，頭20分鐘免費，之後呢就跟時間表收費。附近有火車、輕軌或者公交站。我哋今日一早就去參觀啦。傳說中嘅好多餐廳都仲未曾開幕，我將會為大家逐一揭開佢哋嘅招牌菜同埋用餐環境。記得訂閱，跟緊我嘅步伐啦！將會有超過40家餐飲同埋零售品牌，號稱係南半球最大嘅魚市場。新市場串連黑水灣同埋烏魯木魯嘅濱水步道，屋頂安裝咗大型嘅太陽能系統。資料顯示大約有1000塊，可以滿足市場大概20至25% 嘅用電需求，每年可以減少大約500噸二氧化碳嘅排放，相當於種植咗8000棵樹。呢度除咗有海鮮，仲有花卉、蔬果、美酒同埋咖啡。據說仲會有料理教室，當然唔少得海景觀景嘅平台啦。新增咗6000平方米嘅公共空間，大家以後食嘢都可以坐得舒服啲啦。第一間嘗試嘅餐廳就係 Boat Shed。Hello。餐廳喺悉尼有5間分店，以海鮮同埋海景而聞名。讀餐牌時間，唔想嘥時間嘅可以跳去後邊。
帶住一班小朋友用餐，都係坐喺室外好啲。今日人均消費48澳元。一如既往，呢間餐廳食物嘅水準係可以嘅。好奇怪，洗手間只係得6格，咁多人，除非佢哋好多個洗手間啦。由於太新嘅關係，收費機仲未運作正常，喺出閘嘅時候拍卡俾錢。非常環保，影咗我哋嘅車牌就知道我哋要俾幾多錢啦。今次總共要俾12.5。有啲可惜，今次冇睇到玻璃圍欄作業區。參觀完新市場，我哋一齊重溫一下舊嘅魚市場片段。2025年嘅12月尾，舊址將會改建成1500套住宅單位，同埋1.1公頃嘅濱水公園。預計2028年陸續完成，舊魚市場正式落幕。